人生唔是爱这样是张奎是伫演艺圈发展的时节，心肌梗塞者。糖豆嘅时候是伫台北视察下伊吼，这条路我发觉很长哦。几寸明，几寸宽。只要被你错过了，后来发展都很好。我没有拍的戏，后来都我都得奖，这样子啊，感谢你。闹热大擂台，闹热向下來。大家好，阿鳳姑。大家好，大家好。誒，羅哥，今本日買嘢嘞冇？今本日，嘿，今本日呢買緊嘢咧？禮拜六啊。今日禮拜六啊，係啊，係啊，即大家如果看安尼節目啊，係啊，今日買緊嘢咧，係啊。按啲前日買緊嘢嘞冇？前日爸爸節啊。爸爸節很低哦。低呢？哇，你兒子有孝順你哦，有一個爸爸節了。這還真的，我跟你講，真的哦，我的小孩哦，每到這個爸爸節的時候，一定會寫卡片給我。寫卡片？會買電路松？刷你的卡買電路松？哎，你怎麼知道？我猜的。哎，然後他卡片上面會寫：嘿，媽媽我愛你。媽媽我愛你。阿爸借給下媽媽，我愛你哦。哇，那羅嫂是母兼父職嗎？冇啦，個生意對我係義務好啦，家家咩皮蛋嘛，對，係啊，啊，所以誒，爸爸節嘛，爸爸節咧特別給吧？哦，特別給吧？嘿，哦，今年你阿梅節，我們什麼節都會過啊，今天8月10號嘛。那對，那我們不能獨後母親啊。對啊，爸爸也是很辛苦嘞。辛苦啊。對啊，我們男人也是，對不對？是啊，一肩扛起。對啊，所有家庭的這個責任。真的，你肩膀的責任特別重。對，這。你是覺得我有無形的東西在我身上嗎？我為什麼？莫永哥，你現在不要這樣講。我覺得男人就是要這樣子，真的。對，手中有藝，對不對？腹中有墨，是，對不對？哦，肩上有擔，是，心中要有愛啊！真的，羅哥就是這樣的一個男人。所有的男人都是這樣的男人。對，希望啊。今日特別給發羽油槍哦，其實當然係上老人講給發啦。哦，覺得有上是冇辦法同阿爸講法咧，有埋心情想去同佢分享。就像咧飛琴極寫嗰條話道，我老到講哦，老到嘿，沒想要同爸爸講對我冇辦法，哦，所以今日就來聊一下啊，對爸爸的印象都差唔多。爸爸印象啊，有乜印象都係你後來嘛，係冇？哦，對，我都冇辦法有請阿爸爸來啊。係啊，做得有請也來呀。讓他們談談爸爸嘛，對，可以啊，我做對了，他們印象中的爸爸。對啊，哦，印象中的爸爸，你會不會很怕我們說出不該說的？最好不要。來啦，是爸爸節，所以按有請的朋友呢，他嘅分享一下。本周6集單元。對，好，來按有請 TV 沉水朋友，唔係沉水朋友，你欣賞。片來賓啊，在一欣賞帶來後堂嘅歌曲哦。好嘞，堂哥啦，哦。溜溜飄飄幾時休？太好長春兩地丟，一春過了又一秋。哈演愛教你莫念羞。啊談愛表你安自由，爹堂阿爸來向你牽啊，爹堂阿妹
来对你把那，你爱从头来过，从头来过，行出一家嘅人生路。你爱从头来过，从头来过，踏出人生嘅光明路。 溜溜飘飘几时秋？太河江春标记丢，一春过了又一秋。哈演爱教你莫念羞。哈弹爱教你莫自由，阿弟的汤阿爸来向你牵拿，阿弟的汤阿妹来对你把拿，你爱从头来过，从头来过，行出一家嘅人生路，你爱从头来过，从头来过。 踏出人生嘅光明路。哎呦，展翼欣赏。 有一頓跛啊！唔係話跛人，叫咩跛人？你係尊敬嘅意思。我個人啊，我個人讀到那個 respect 的那種人哦，他都哎 respect。哎呀，哦，意思啦，你跟神一樣啊你。對，你那比較乖乖啦，用佢是用跛。好，你會講啊？都笑吧，同跛唔會講嘛。沒啦，我特別對到哎。 一件年紀有氣的，你嘛？氣的啦，超過氣的，個中國喊那個賣聲音暗亮暗，誰人家能比呀？哎呦，對呀。聽錯哎，來，我們進入主題。今本日爸爸節，你係做爸爸嘅，對嘛？錯啊，係啊。所以我就會寫兩條歌啊。我開會度做生意咧。我本身係兩個妹嚟嚟。安諾波咧。 做開叫你師母坐在那邊，外面多少個怎麼能跟你講？還是有師母，時代下張嚟講。係啊，對這個爸爸，我嘅印象嗬，因為我老人家嗬，佢從細啊嗬，我都啲嘅嗬，叫做輸日本教育。哦，佢啲懂洋嘅，讀非常嘅洋嘅，所以我從細我都啲嘅我。 阿爸嗬，特別教育嘅就係夾緊日本教育嘅個精神啊，喺深層嘅層面我哋度深度嗬。啊，以前啊一直都啦，對啊，乜個理解啦，嗬，教化啦，就嗬，非常嚴格。哎，真的台灣因為日本教育嘅都很用呢，而且很有職業精神，識事人，就是職人的精神，對呀，真的。因為我爸爸嗬，我從細因為我爸係台北嘅日本時代，都嚟台灣嗬，最高嘅學府，喺台北工業，你下喺台北工專嗬，嗰係有啲係要蓋過台北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啊，你爸爸基隆時最多安尼長途哦，民國元年剛出世。元年。我們還在上輩子嘅時間，跟國父一樣誒，民國元年。元年啊，基隆時你爸爸原來這個安尼長途係啊，因為我念佛嗬，睇啲廟啲啦嗬，條款可以講也係網速啦，所以一直讀到嗬，係用嘅嗬經過嘅經歷嗬非常嘅好啦。但是呢。
老人家吼，做迄头摆从事哦，投资啊，投资嘅煤矿啊。哦。講到煤礦啊，相信在了電視機面前，以前了，從了有60歲、70歲以上嘅吼，對了清楚嘅認識。所以當時我哋就記下，家下吼，我7、8歲嘅吼，頭婚呢，嚇有一個台灣啊，叫87歲仔，87歲仔啦。是唐哥的1917年。對，我記用細細個。民國48年㗎嚇。當嚴聰。哦，剛係7、8歲的年。個颱風嘅回流啦，已經這位又轉來，轉來就規個寬起來嘅水全部。家下做迄嘅煤礦嗬，南邦煤礦嘅啦。結果阿爸咩背下都投資落去嗬，做下都講槍槍啦，講槍槍落去嗬，就變到生活都黑當辛苦。哦，所以呢要多啦，6個兄弟姊妹啦。以前啊，才帶到嘅狀下呀，有到係冇天賦咩？嘅切做八做做上機人呀嚇。所以生意多嚇，都當辛苦嘅生活啦。哦，但是阿爸咩按用看過來啦。哦，所以我對印象清楚。頭擺人用暗槍哦。真的呢。係啊，你阿爸休一個都冇法度咧。哎呀，休一個感覺當辛苦誒。頭擺人7、8個人係啲。天嚟下按用手上手下嚴結實實的一台台。頭擺可能會做農事啦，他需要勞動力嘛。哦，所以人手要多一點。可能要用吧，係咩唔係？因為他做葉坤，他有限，故作姜阿多。係啊，按對爸爸印象係乜樣辦？細細間嗬，他講完他個就高土期，都有個期間啦，哦，有抗爭期啊，都有10個歲㗎嗬，叛逆期啦，係啦，叛逆期，人家叛逆期。啊，你頭擺只都生活當艱苦啊，但是你出去攞乜嘢做一輪比啊，生活又冇半仙錢啦，嚇。哦，細細這個賠錢。半年是頭過。細時間。廿八啲人咧。我出嚟講啊，講。沒啦。細時間嘛。共同講嚇。我對啲老人家啲就印象最深嘅就係，哎呦，因為我頭哥嗰隻冇嘢有，天嘢天什麼係有呢？哎呦，哎呦，原來都後尾當地講嗬，老人家嗬，佢冇一口牙空頭，冇一半叫做半白頭一半下，哦，邊度一半去拿嗬？簡單啦。哦，條絲邊得，條絲邊得。邊頭拿用哦。哦，所以係會感覺啊，見咗冇吃隻本唔知會啊。梗冇窮樣，梗很多生意嚟嘅咧，佢對人哋嚟哎呀，係冇公平啊，個心態睇死線啊。唔過那樣係投錢嘅。對啊，對啊。爸又當然拿本，但有些奇怪嘅。係啊。所以嚇，老人家係不按你嚟了解，老人家嘅溫柔嘅一面，對生意嚟嘅愛惜，自己圓回來啊。就公平。他公平哦，哎呦，講到投錢，我頭擺咪講，我要開雜貨店嘛。牙把哦，嘅後背佢坐喺後背哦，用一桶哦，安太桶嘅圓角嘅嚇，圓角嘅啦，圓角嘅，係就不用等你，反正佢特別數錢嘅時間錢票就拿起來嘛，圓角嘅多較多就不用嘅嘢就不用嘅，我走順頭啊，特別去上課嘅時間嚇。就條絲行出去又慢慢推進來，推進來呢，看一下，好，哎呦，冇人咯，冇人好似廿把係啊，就冚下落去，推下條路，就這嘢，特別一數一壓，差唔多200-300元。哇！我小時候是大頭，真是紈絝子弟耶！我小時候大頭誒，真的哦。頭擺我哋喺度食下一碗麵，咁計半元啦。係啊，嗰樣是一碗麵2個元，200塊哦。哎，按哪一種嘛？對，不是我第一次拿200-300塊，後來發現誒太惡劣了，太多了，後來數都唔敢。百銀泰，4把衣啊，100元嘅，200元嘅。啊，佢叫張本廿把發現。佢當做都發現嘅。係啊。但是佢咩冇講。佢咩冇講？冇人哋一叫就冇吹咧。擺細啦，又坐媽又困佢來吊起嚟打。係啊，真係。阿爸咩當上嚟啦？係啊係啊。但係但係咩當元素，佢咩送日本教育嘅，雖然有受過元素，但是佢心當好。其實都抵係嘛。即係抵啊，係啊，所以。
虽然是严父，温柔的沉默，哎呀，做得冇，兩比阿爸對啊，所以你要傳承客家，要接觸客家，係爸爸的影響嘅嘛。係啊，所以我家有講過嗬，老人家咧日本教育嗬，身體上留定客家人嘅血脈，所以客家文化使命感清楚，所以佢哋從細都可以教翻我哋就嗬，忠孝節義嗬，不管哪方面，唔做係客家人，係我身為客家人，我做有客家人嘅精神，有客家魂，所以我創呢條歌嘅嗬，我要咩係做阿爸過後對新人嘅教化嗬，將我創到嘅就奉獻。生意咧，用埋係啦，慈母恩，嚴父心啊！呢個也愛，就係咁樣。所以你係咪想爸爸嘛？講真嘅，會哦，因為做阿爸你都叫頭班教養嘅，你肯教養也生意咧。生意從我咧以前唔讀書哈，你寫了條歌啦嘛，誒，他動作佢都想起來哈，所以佢哋身體哈。條路做嘅當順，就係亞生嘢。亞生嘢從細佢都唔讀書啊，做咗冇考做鐵工嘅呀。係做鐵工啊，做工樣我做鐵工，阿爸兩下咧，我咁樣。兩下後生人講做鐵工嘅好難啊，所以佢我畫圖做乜教天咯，所以工廠開去咯。我哋常到一啲人個嘅生意嗬，特別嘅學嘅非常順嘅。困難的事情，你學起來，過年嘛，佢有冇爭嘅？見咩咧？佢特別生意細細嗬，叫做做來嗬，做哪個快啊？做嘅啊，做啲運動，要動小。係啊，叫做你咯，我哋煮沙，叫從細都跟爸爸媽媽打，叫他以後。做醫生，即係做醫生呢？做醫生，係啊，朱砂啊，奇怪咧，這樣嘅名哈，啲是夢所有嘅啦，安尼嘅哈鄉親，尤其係政府單位哈，開闢啲安尼客家文化呢條節目哈，最近帶通到啲哈，我知道啦，是我嘅年紀咧都感覺講，阿鳳姑老點啦哈，呢條對客家文化基本嘅草根性啊。你嘛鄉土味啊咯，講嘅方言啊就，雖然上是我識到嘅有嘅冇嘅哈，但是當鄉土，我感覺啲當然真嘅客家話。冇啊，就是反正就是做輕量做啊，輕鬆做，係啊，做啊，認真對。做親切咩？他家就講到感覺哦，像隔壁鄰舍樣嘅，欣賞咩係啊？係啊，客家人他家就和和樂樂咩，一好啊，對。所以繼續做下嘢，係啊，好，大家共同嚟努力，共同嚟打拼，好冇？好，都沙下嚟，沙下嚟入醫，咩人學生？係啊，高徒呢？他的學生太多了，太厲害了。我兩邊咩真勁厲害啊！你的高徒，真的，每天喺節目當中必須歌，沒有出過唱片，從少女。哎呀，已經變成少婦了。好了，你講500遍。這一位，歡迎7P帶來後堂嘅歌曲。來，彈緊啊！亞航誒，早上8點的節目，live 的節目，爸爸就會轟從第一件事情打開電視看。那爸妹不穿呢，然後就說你穿那套衣服很胖。
成功失败一般般，但爱就不死掉。爱到的认真做，成功就不无难。硬强精神来打拼，人生路长，人生路长，打拼一天涯。哦，哎呀名师出高徒啊，好拼哦，哎，有见面的啊，嘿，特别给巴掌会看到去，哎，嘿嘛，奇怪哈，哦，这个那大把特别给发的时间，你是特别重要的来宾，真的很荣你好像幸不二人选，要叫看到，真的很荣幸，很荣幸。超没有施工，表现到以后，什么？哎呀，因为我马上引头枪，没啦，你懂你呢，你懂你呢，很多人可以请，他们会不会来不一定。因为我记得，我记得了，上半班母亲节还马个节，好像去年爸姐妹有唱的。去年母亲节，母亲节、爸爸节，我真的第一次。第100了，第100吗？第100。哦。你家家有一些感性嘅种特别激发，要分享嘛该，投入嘅甘苦谈的时候，有时来过。育儿的时候，育儿的，对，所以对爸爸感情还好，所以不想来。不会，怎么会？不会，不会啦，不会。爸爸俩，我其实我知道，因为爸爸他从小就来参加歌唱比赛。爸爸妈妈是这样，突然哈，还有给他记嘛，嘿嘛，就供他来，支持，对，非常的照顾佢，嘿，对，认真栽培啦，错冇，嘴皮，嘴皮，菜皮啊，所以你爸爸妈妈爱供伊多少生日呢？5个生日，5个哦，我这不是看到2个天啦，嘿，5姐妹，5姐妹，全部係妹嘅，錯，啊唔逼啊，全部妹，妹。叫妹好啊！你爸爸真的是全部青菜做啊，你人家认真有用的喏，我全部来啊，来用的喏，也来用的，就我就看不是烦恼啊。好啦，咩黑啦，哇，你的妹啊，你妹辛苦呢，你爸一撒穿钱哦，一撒穿钱，哇哦，一个人扛起家里的家所以爸爸主外，妈妈主内，照顾，超，嘿，哦，爸爸还做嘛个？修理大卡车，拖拉骨，会工厂的哦，工厂，有韩国做的啦，东西，大兰，嘿，大兰哦，左兰，对，所以你大兰开修理厂，嘿，修车厂，现在也还在，现在还在，卖名菇，爸爸。錯噶，所以爸爸也行啲做都出嚟。唔呢度寫咧，係捱到咗老二講，我退休嘅啊，佢就講退休冇事情做嘅啊，運動做運動嘅，忙做啦，係啊，忙做啦，反正過熱嚟啊，假咁做。啊，有咩係啦？有些好做嘛，他唔會退化。錯，係啊。所以爸爸做也咩算辛苦嘅，因為出眾的工作，所以他從小我們就是看他按辛苦，真輕辛苦。還在，唔就兩姊妹出嚟衝歌嘛？也講全部。這些時間有一個樂團呐。姊妹組嘅樂團。哦，真哦。衝下架歌嘛？舞蹈花。衝好樂歌嘅。好樂歌。基上時行忙接收到客家歌。越來越大之後，就剩下我跟子琪姐姐唱歌。就是自然淘汰了。冇啦，因為阿姊還有都有去比賽嘛，成績好嘛。細時節就係學唱歌嘅啊，學鋼琴嘛，鋼琴。爸爸就係我印象中青細時節那時候生意很好，青豆茶要修理，修理。做到3更半夜是營業店，含你做。唔過你愛上課啊，愛唱歌呀，學唱歌，學鋼琴。爸爸就會手上的工作放下，接送這樣。就像嗰兩時來比賽嘅時間，都會接幾兩姊妹來。所以就是說，爸爸媽媽
其实也很辛苦的在努力的工作赚钱对，但是你们该有的他也不会少给你们。对，按用皮的呢，一有型呢。超。爸爸是严父吗？还是慈父？他算是他是一个脾气亲厚跟严严。脾气哈，哎呦，大把人忙着空空的讲法。对妈妈公发吗？家里妈妈说了算是不是？对啊，我看你们应该是女子军团吧？真的，他在家里地位应该是很不会低吧？其实爸爸在我们心目中也是一个很有尊严的爸爸，就是我们都很尊重他。还记得小小的时候，细细时节差不多5、6岁，我就开始唱歌。爸爸教我第一首歌，惜别的海岸。哎呦，江蕙姐的。有环境袂当来完成，一段永远难忘的恋情。超惜别的海岸。这个是经典歌踢跳好多的歌哎。就开启你的歌唱之路。对，真的嘞，开启了一扇大门呢。一直都俩哈很冲狗冲都俩哈，都俩哈，你爸还没关系，你做吃饱呀嘛嘛。呀，我在天师台主持的嘛。对啊，结婚了呀，冇带穷哈了呀。冇带穷。严格的时节，咱们转移嘛，记得。我还记得吵架的时候会带着小孩回娘。有啊，曾经啊。黑马有这段吗？有啊，有俩段啊。有很长啊，很长做这件。没有，因为其实现在杨俺到台北，爸爸在苗栗，哎就只能久回去一次，因为每天要工作嘛。爸爸就会杨俺早上8点的节目 ，live 的节目，爸爸就会轰从第一件事情打开电视看。你听那个电视台？天良电视台。抽。他会打电话进去给你买东西吗？买东西是妈妈，业绩直接达标。给就轰从第一件事情，电视先打开。之前有一段时间8点到10点，2个小时。有边唱歌边卖东西啊。还有一段时间调到下午2点到4点，那个时间刚好是爸爸要睡午觉的时间。妈妈就让他讲，你看爸爸哈。午觉都不用睡了，1点多开始等，真的等吹天奶油，超这个无可厚非啊，真的，对啊，就是自己的小孩哈，对啊，哇上电视你一定都是会特别的关注，真的，阿爸妹不会看呢，阿爸妈阿妹都会看呢，然后就说你穿那套衣服很胖，有时候就会这样子，超嘎，有上次怎么一个爸爸就会。以前 CCS 出去表演啊比赛，爸爸就会拿 V8，跟常是 V8，一规，然后再录成请人家做成光碟这样，又这样子转衣服卡就会看几看，真的哎呀哇，爸爸真的就把你们所有的影像都留起来，你还不会看，当你看还唔拉，你还要拿样片出来比哈，两条妹洗时间乖，两用不真的，然后没亲乖，优秀啦一乖。而且以前有一个泰国广告不是的吗？这爸爸在看那个小时候，有，一点印象。对，然后女儿就说爸，要把就给我，还记得两个广告，很经典的广告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给用时，你看爸爸妈妈如果哪个记起来，啊，人家深夜时间就记录起来，哎呀，也哈就做的回忆啊，回忆哈，这个时间，连他爸爸还会做嘛不易感通的事情。其实啊，就会我老去讲啊，那就是爱转去啊，就会看到茶的行忙都不卡，爸爸。站在那边等我们啊，真的哦，你等算时间，算时间差不多了，不卡等这样子。公主回家啦，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上辈子的情人，真的哦，一定的啊。我爸爸上辈子很花心呢，5个情人，5个吉祥啊。因为爸爸英国妹不看人的节目，一听看，有嘛发同爸爸讲一下。其实。想对爸爸说就是我爱你，因为其实2、3、4平常时正经很难讲得出来，很难讲出口。所以在过节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回到苗栗，5姐妹聚在一起陪伴爸爸。因为俺知道皮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陪伴问候，哎，这个是最好的。你拿什么钱，拿什么呢？也很重要，也重要，钱也是 OK 了。陪伴很重要，对。好，那两位爱你呢？哎呀，爱你，爱你啊！你自己要身体也要保，身体要保护来，哎呀，好，莫做痛甜啦，莫做痛甜，哎，反正也要做后稿嘛，打发时间，听听，没错，做运通的啦。哎，小孩子会不会送回去给爸爸妈妈？不会啊，因为牙偷鼠位啊，偷鼠位，冇枪条板啊，冇啦，硬要栽赃。好，那今天谢谢你来分享，谢谢亚子 C。好的，接下来这一位，好，来。Andy 嘅腦野大擂台嘅蛤蟆老師兩款台語同埋要小琪先生帶來好聽嘅歌曲哦。彈款啦！我妈妈过身个1礼拜后，她就变了一个人，变为有一点轻微的失智。所以我听他们要同阿爸爸讲，就是说唔是惊啊，这个这样一生一两的皮都懂，人生的道路就是最重要就是陪伴。哎，就是一个一有感情呢。对，蛤蟆老师的。聪明你的口吻，你知道吗？我3天晚上都睡不着。好听呢，真的吗？你唱别人的歌比较好听啊。真的吗？真的呀。这个我真的会不对啊，真的哈。真的。以后你都唱别人的了。对啊。
你去给他搞一懂引冲的啦。其实呢，国外哈，真的就我听了有几十遍，有不一样的版本。后代阿爸两后代的国对，然后我觉得那感觉就是跟我爸爸真的好像。真的哦。哦，你爸爸很勇啊，爸爸。以前如果呢按多什么年的宋节目冇讲过，就是我爸爸本人就是爸爸妈妈全部客家人，好，然后副卡就是唐妈妈发。哦，妈妈就是我妈妈是很大嘛哈，然后爸爸就是种菜啦，做田啦哈。哦，所以你爸爸是被遭罪的？不是，母系社会啊。对，母系社会给这就是他是有就哈木纳嘛，他是有肉身啊，肉身饮啊，对，所以一定要副卡地种哈的时候就养鸡、养鸭、养猪啦，养狗、养鱼啦，全部有，还有耕田嘛。那我记得我做生意的时候，国小的时候到西营延伸啊，我还有去耕田啊。哦，还去耕田哦。哎，对，所以我一直从小感觉爸爸就是那很木讷。你看到他嘛，要跟他打个招呼嘛，也怪怪的。比如看到那社会哎样。你看到你爸的时间？对，兄弟姐妹看到他咩哎样啊？因为你给他唔晓讲话，比较不会表达，就很腼腆，很腼腆，然后完全就是不善言辞啊，不善言辞，真的。哈，扣了摩托鼠。他好像有国小毕业，有国小毕业，好像有国小毕业。跟爸爸也不熟到这样。好像讲真嘅，因为以前我地福家做，就是我是老大嘛，C 赖嘛，还有不有三张老麦，然后在钓母业就一张露台。老大应该其实会那个年代当老大很辛苦就是都是会被打的嘞。对，真的哦。对嘛，好不好？时常不会修，哎呀，你阿爸不修呢？有阿爸阿妹怎么会修？就修哈。对。那你有时候那么木讷还会打？他会修呢，他都不用讲的直接打。没有，以前做按阳田，他希望就是说以前人钢铁人嘛，他希望人家读书啦。莫很辛苦。没讲到读书哈，真的是我还要标榜一下，我还真是很会念书。哦，真的吗？真的呢。哦，从小到大。我国小1年级到6年级，然后国中3年级跟高中3年级，在我们学校都排名前几名的。前几名。然后到整个学校，就是整个班年级，就是不要讲别班，就讲我们班啦。大概平均都是第3到就是前3到前5。哇，那很屌很厉害。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倒数，是不是后因为倒数小时了了这样子。倒数。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对我们认真了。没有，我讲这个对我很重要。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过生1年生都5年生都6年生毕业哈，就全班就我一个没得奖。这连那个什么公共服务奖没有，你连储蓄奖都没有拿。没有，后面真给他我就是因为这样被我爸爸秀。那后来我跟我们老师讲，我说老师，你做唔得。我说全班都有得奖，你们颁奖的时候春来一撒。你小时候就会跟老师没有，我说没有，我跟他讲说实在没办法了嘛，春来一撒某2奖，那做一点了。他说某按用品啊，就最后1个礼拜你去扫厕所。你扫厕所，你这个早上来，中午下午要回家的时候扫20分钟。那个还有一个卫生服务奖。对，给我个卫生鼓掌，然后还有这种没真给呢，给我一个卫生鼓掌，然后颁了一个奖，我就拿回去给我爸爸妈妈看。你得奖了。没从敏给卫生2个字，赶快去记住了，是不是？看到鼓掌2个字而已啊。我国中也是倒数前几名，我高中也是倒数前几名。真的就以前我那边读书那边出去啊，所以不修给他拜。但是有常是唔好读书的人，但是以对某方面懂结出来。就是很反向你希望你得做读书，以后有好的成绩，对。但是以前懂生意时就懂戏粉就做几件事。第一个躺赢看小说。文艺青年呢？真给他用。然后看黄色小说？不是啦，看那个。他是看黄色图片。席慕容的小说。哇！什么《生命之歌》桃园青年。真的。
哎，对，不喜欢读书，还喜欢看小说，很奇怪呢。董东阳呢？这我侄子就是这样。课外读物某穷庸啊。对啊，我把琼瑶那个整套的小说看了大概有5遍了。哇，你怎么不是看金庸？对，你怎么对金庸是看琼瑶？你怎么不看《三国志》？不看那些？没有，有点怪。没搞弄讲真给的哈，在影响我很大，影响到我后面的作品。哦，所以才变情歌丸子。以前是情歌王子，他你现在变丸子。那你现在是情歌怪啦。情歌王。所以给时间啊，就是设定这种客家歌曲，我想要写情歌。哦，所以我受这个席慕容老师的，还有这个琼瑶老师的影响很大。那整套的40几本呢，发不收钱呢。哎呦，真给。跟魔做出来的嘛。当然。就琼瑶，他只知道荡啦，荡掉，对荡。那个，所以安永也要做，我从小很喜欢音乐，但是很奇怪，我爸爸妈妈对我喜欢音乐这个事情非常反对。他刚刚就讲哈，那用时开始接触做音乐。真正开始做，我大概高中到国中到高中啊就开始下歌。我就自己写，就每天在写嘛，就看那个小说来下。然后真给了真的完全接触到音乐，应该讲我专科。那因为我专科那时候我有去参加一些民歌比赛嘅创作比赛，我经常比了很多次创作。所以给爸爸妈妈给用是那你去创作比赛有得多奖吗？他有。我还得了一个全国第1名。对，就拿专一给他的某咖喱。他对那个第1名我没有感觉啦。他希望你是读书的第1名，不是这个中国的第1名啊。调班可能周农生他就会觉得我有读书高。那个反正重点就是他传统的客家人，他对这个创歌但是下歌这个圈子，他觉得没懂吼。然后后来就。某够下了，一直到我们这个退伍之后才开始又继续下。对，不是因为我讲他成绩不够好。真的呀，就没办法读书啊。真的是讲实在话。我是说他后来这个走入演艺圈写歌以后，可能成绩不够好，还是对这个对啊，没赚很多钱呐。没就是也没有没赚很多钱，就像我爸爸有歌咏史没跟我，他很反对我唱歌啊。这样子。他非常反对，他也希望我要厚读书啊，对吗？跟着乡下人就觉得我有读书。有赚钱啊，根本就没办法。没有，我就是后来出道就红了吗？就是去参加歌唱比赛嘛。综艺金榜，赢了以后，当天呢，我跟你讲，整个我回到山义乡就是对啊，就是放鞭炮，沿路放鞭炮嘞。哎呦，对啊，放鞭炮然后回到家，然后办了10-20桌，连苗栗县长都来我家，所以我爸就觉得，我要唔吃偷食吗？唔吃偷食，哎呀，唔吃偷食，有去有秒做的嘞，哎呀，阿爸还错的。係嘛，哈？沒得講，我都命啦，命啦，佢那提供嘅要生意。沒有點實力啦，連他都家長做在發現到自家，就係生意嘅實力。但是佢們動力好像講，佢可能下很多歌，佢從這個非常經典的歌曲啊。音樂界有名。其實給一個歌唱啦，哈，因為生意的時候對我爸爸就是他冇接書，哈，就是講我演家嘛，就是懂笑啦。不過我經過那幾十年哈，因為我爸爸攏係看我爸爸媽媽攏係看我大嘛，哈。其實啲2-3年呢，關係有較好嗎？較差。他查，对他查的原因是就是以前唔會攞去演家，那用3年的哈，就因為3年前我媽媽過身嘛，過身以後，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我一直冇了解，就是說他為什麼對我做的所有的事都非常反對，是怎樣？就是逢油就反的，對，就是這樣，很懂奇怪哦，就是那時候我一直冇感覺，那但是我就一直觀察，就是。過年係我媽媽過身，他心情受到影響，很奇怪哦。我有特別注意，就是那1個禮拜，就是我媽媽過身跟1禮拜後，他就變了一個人，哇，那個落差很大。所以變那個問題，講乜嘅東西，乜嘅全部都都反對，他全部都反對，然後很負面就對了，很負面，然後那個我嬸仔老妹啊，弟弟後全部都唔敢進來。係啊。
那后来我就一直想说，为什么这么？那我就跟他吵嘛哈。然后我就发现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我就呛来朋友一直心伤。就他是医生嘛，我就问他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说你爸爸会不会生病啊？他跟我讲忧郁。后来我找他去看医生，他说变为有一点轻微的失智。轻微的失智，失智你有丧失，它会有一点大脑的区域损坏，就不会同头白毛 Q。就以前就不会哦，然后就勾成个1礼拜以后就瞬间哦，受到刺激太严重了。然后那时候那一两三年后，每天在家吵架，吵到隔壁邻居都那，因为我一直不了解他为什么一直反对你做懂多的事情，就像我出门来录影，他就给你绑定，唔不能出门啊。那真的很容易啦！我要去演出，给做门都停下去，就反正他就绑着你。那因为松剑梦啊，或者这边的时候，我一直没办法了解，送来种公演前还有带给来2拜。有带，有啊！因为用班你们好，我怕会对我有带来啊，但没介绍给我认识。我就不敢带用班，因为老人家身体很弱，他坐那边坐没有半个小时就。都贵你的呀！然后跟阵拿较好的店那边坐啊，我拿面床边摔啊。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哈，就是我有去询问医生嘛，后来才了解，就观察他的症状啊，原来他有这个轻微的失智。那你第一讲佢有一种小可的毛病以后，你这个歌声有改冇？改很多，改很多。就是说，他只要一直撸你哈，就是说他重复的事情会重复好几天，然后就是5分钟后就一直重复。那我最讲给一点就是说，就是整个晚上就把我叫醒了。佢睡唔哦，没有，佢唔知佢係，你唔知啊，佢放床戇腰。嘿，你要不要上厕所？你们这2点半上厕所，给7点放床。你要下4点了，你等下要几点起床？我才刚睡着。哇，那很辛苦呢。那个问题就是我一直跟他沟通，现在后来我就已经没有办法生气了，因为要么给真给不平哎。那我慢慢的引导他，然后我带他去关怀协会。再去关怀协会之后，就很多好朋友，好朋友，对，然后就只有选9点多生命点，然后带他去那边，然后1个礼拜1到礼拜5，然后他每个月都有办1、2次活动，就不许表演嘛，然后听一点就讲，我现在在外面上课哈，就反正就带着他出门嘛，所以以前人家学生的懂得说。奇怪，你们带一个人过来哈。后来我跟他们讲是我爸爸嘛哈。那所以像每一个班，我只要上课，我都带他们去，大家一起上课，就叫我们学生容易讲发。然后偶尔的我们那个1年那个聚会的时候，给他表演一下。我觉得这样他改变了很多。对，给个心情啊，有个磨的不咩？对。就像我今日嚟錄樣，今日有頭燈冇？我有頭燈冇。叫绑电听啊，叫绑电。那就录音讲，我说我要现在录影，然后我找我妹妹来陪你吃饭。那你吃完饭之后回来，你就看天视，你去睡梦。等下我生米点转来，再弄打针，因为她有糖尿病，帮她打胰岛素。她说，哎有没有不查哦？有没有不查？你要引导他就变成有改变。你对，莫讲MD其实真的是这样，孝子那就是安用品啊。对啊，当初可能爸爸妈妈要得的嘛，就很个久病无孝子啊，真的，对吗？你还真的很有用没有看过，很有用，当然很有用。罗哥很羡慕是不是？没有，我在这边今年88节嘛哈，平常是就像这个佩仪讲的，懂事懂亲人讲嘛哈，对，我也很少说跟我爸爸讲说啊，你爱我，我爱你的，你都很少了。他赶紧讲不出来，应该是华人当中要人的可能亚洲人都这样子。慢慢的我就用大家分享一件事情，真相也讲人，还有一点就讲一定要把2个字记得，人生就会陪伴。陪伴，我觉得人生的重点，不管赚几多钱，不管你对人家师太啊，就是人家生意呢哈，就是人生就是2个字，陪伴。哇，老师认识你那么久，你这句话讲得真好。人家说挨了几年哈，得到了人生的体验，所以我听他们同我爸爸讲，就是说不是讲啊，这个一生人也会便宜到咯。
富雄皮摊嘛，黑毛。哎，对，富雄皮摊皮都不是这样。没有弄啊弄，我会讲，你们不用担心，你的爸爸我会照顾好。啊，这是我人生的使命。是，不用担心。百善孝为先。对啊，会能够孝顺的人哈，一定都会有好报。做嘛事情不会太差。系啊，你看，之前几啊年前的上一辈。讲这个阿妈衰死的有啊，看遇见那个听了真的觉得他真的很衰。对啊，你用啥条讲？老师的面相好像不太一样，气色比较好，有厚重的，还是给你换粉底了？没有啦，都换粉底。我觉得心境有转变，有心境转变的时候，尤其心转路就转了。真的，尤其我讲说这2个字记得，就是人生的道路，就是最重要就是陪伴。真的。抬起高低的批判，谢谢，谢谢，对，对，也希望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如果家长这个是需要陪伴的，一定要好好的陪伴。对，爱要及时是吗？爱要及时，3不5时，爱要及时。好，什么？蛤蟆老师，谢谢你的分享，好动人哦！你看我们老师们听到没有放音效哎？对呀，忘记了，他都不好，我都有点那个起鸡皮疙瘩。对啊，一感通嘞。好。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孝顺的人呢。什么？没想到，这是我们的责任，应该那个敬音嘛，那做几道就做几道，对，大家共同努力，好，共同努力，好，达标，偶像，好了，杀好了亚比，哇，不得了，不得了，你的歌播欣赏啊，哈，立秋啊欣赏带来后堂的歌曲，好嘞，看看哦。我自己心里。人生最大的遗憾也是，阿爸5生5世，我这样是张奎是在演艺圈发展的时间，心肌梗塞这个。我同讲，佢躺到嘅時候是喺台北視察下醫吼，嗰條路我發覺很長啊。无通留伊厝外。
哎呀，有没有拜一下吧？不行啊，又来了，又拜，300。这是崇拜，这不是拜。我知道啊，就是又崇拜啊。对啊，没看到山沟天后啊。哎呀，真的是天后，你是独一无二啦。讲真的，哎，除了赖碧霞老师，是的，接下来朱文雅，中东的卡斯米啊。卡斯米那个鞋就哈，日本发做的卡斯米的脚。哦，用迄下，哎，来那边好多是。有一只下丝都要冲过的意思啦。哎，其实我都会前面啦。这强。哎呀，妈妈没爱粉丝没？是啊，好堂冲永庆不止啊。哎，差不多。平常时都母亲节的时间嘛。对。但是今边讲阿爸节他父亲节，没应该董秀糖豆分享爸爸的故事。他少哦，以前不是糖果呢。爸爸喊出来嘛？爸爸过身了呀。过身也是2年了，你是2年了哦。系啊，你对爸爸印象很样板。我爸爸係非常嚴格的一個阿爸，同時也係一隻非常慈祥嘅阿爸。哎呦，恩威並濟嘅阿爸。因為以前你兄弟姊妹當啊，爸爸媽媽好多年啦。好多年。好多年10幾。哦，10幾。6幾歲來是冇哇！台灣也是很強哦。誒，做唔講嘅係，但係火柴都順，結果就一直。阿妹啊，都唔是衰呢，10個孩子，哇哦！哦，佢爸爸台灣我當棍呀，對冇？係啊。係啊。冇限好幹啦，講老實話啦，做田社嚇，做田社，冇限啊。七做八做就會出門。很多生意做嘛做，係錯啊！我記得我爸爸佢就會做田社時會帶領我，佢就去田方做事，我就都繼續嘅態度順唱歌嘅。哦，係細㗎。啊，不用再播那個。叫咩歧視咧？冇啊，街頭藝人沒有用佢寫嘛。剛是冇街頭藝人咯，冇拜託。誒，就從佢寫啊。我唔是做過街頭藝人。分擔爸爸的這個壓力。爸爸佢做田社，有時佢樹入邊摘下來，佢會盤過。哦，你好。爸爸還會幾個鐵線。個線咧有冇鐵嚟作為機啊？所以你爸爸係天生不要一個學嘅。其實天生就會，我爸媽會作詞，所以細細時節佢突然多出去上個比賽，得到冠軍要簽3片，就聰明咁樣啊！對啊，係啊，我爸爸咪咁樣，得到冠軍又唔是讀書唔怕誒，做學唱歌誒。對啊，爸爸一槍冇呢，等下同你討論一下。哦，所以你特別得了個獎。規筆嘅，規筆嘅哦，特別係獎狀嘛，拿來當壁紙啊，係嘛？全部疊喺邊方？係，我都特別大。以前日頭甩甩的時候，你咪要出門做事，係嘛？沒有做田生，做田生更用嘅日頭甩，咩行要注意啊？像我哋細細時節，你會教嗰種嘅，我都講，農年。你都講我都用面嘅，用面，你都講我都用面嘅蜻蜓啦，蜻蜓，係抓個蜻蜓有冇？個寵物啊，兩條索嘅，頭咧個本機，為咗做個嗰種嘅，一梳一放，佢吸到嘅時，也有掉嘅走落去嘅時，人就會跳嚟，所以嗰陣時冇係好做啊，跳嚟所以天係會少，當少，會罵人咧。哇，難怪有海岸島。嗰陣時爸爸會那裡出去啊，曬日頭，爸爸會罵，當然會罵，你講你冇不灑。曬到中暑，講你不灑嚇，講你身體唔好，佢切啲會罵呀！你以前咧阿爸阿妹同你當，雖然我下當苦，唔過同你當學生嘅咧，商家要分享我啱到啊，要按優秀要食，係嘛？係啊，爸爸媽媽講用了，係啊，我記得係啊，爸爸會多出同我去表演啊，可能。有時候講，那邊有3個比賽，我就下課咧。其實有兩個拖到個火車條，所以坐火車要多出比賽。所以我第一隊轉接是老王連添先生，第二隊是老齊木真先生。哇！
什么台词，几多同你动腔的，个随口落去呢，哎就一堆嘅，哎你冇买晓，所以古时神仙啊，哎你创下几次随口。从细汉用皮用的啊，系冇？哦，从细段优秀。好创国的咧，确实有这样的。对呀。那个某一天好创国的，个爸爸妈妈都会支持诶。尤其个头白沙飞，头白沙飞诶。对，头白沙飞，但是那真的有同好的表现的，爸爸妈妈还会支持啊。系啊，因为球啊欣赏优秀。我相信你们恐龙啊，系嘛？爸爸妈妈也是以你的为荣啊。对。我家有一个酒柜，有我的奖杯。呀，爸爸让我嘅朋友係好朋友。主要係請教呢，人爸爸很容易離開。個那個心肌梗塞。心肌梗塞。不然嘅，你年初二嘅時節，我做美甲。做美甲時我轉去看到佢個面色是多少長拍嚟嘅。我就咦，身體冇買好，咁樣做個乜嚟斷啊，泡泡嗰啲呢，而且夾夾係天使人，年初二穿出人嘅嘛，多多嗰度寒流來，我就走出去買一種黑盤，嗬，要黑長嘅嘛嚟本佢，我要拿錢本佢，我爸爸收到錢動槍啊，我講爸你乜嘅？個錢啦，佢問講，我講錢做到做乜嘅？媽。佢咩買得啦？我講，嗰陣時因為要學苦啊，到後尾能夠做安尼有機會賺錢本嘅時節，佢要落嚟啦。我媽媽高興，我媽媽高興嘅時節，安尼轉去不看到，嗰陣時我喺公司上班，轉去看到我爸爸一時望到面窗，但係你心肝咩感覺？你想來你一家以前母親都好痛。所以我希望你大家有阿爸阿媽嘅，真嘅要好。所以我就感覺個嗰陣時我有冇辭職，轉去照顧我爸爸。我爸爸是因為阿妹冇出嚟嘛，其實就算是否出去個市場，老個朋友佢就飲酒，就是按過夜的。另外有時轉去看到佢這個。çok takmak咧，ไม่กัดคู่阿媽高興，爸爸沒高興，我做得不想到，所以我還係有嗰個相片，我看到有時見佢就會見叫，眼哭。嘛，講真，按蔡詩人還沒有看過啦。其實這個人生就喺裏面哈。嗰種演出嘅時間，做 healthy 嘅事情，好互相調下情商講批判，就批判，所以兩種就係啊，要爸爸媽媽嘅健康而友好。像我都冇阿爸冇阿妹，而友好冇機會。講真的，我自己心裡人生最大的遺憾也是，阿爸五生五世，我這樣是張奎是。啲演藝圈發展嘅時節、發光嘅時節，佢突然間咩心肌梗塞走嘅。我幾暗部喺啲太陽城西餐廳做秀。我就感覺今日就咁怪怪啊你。我北我呢北就大天吧。在你讓我침就是침到嘅太陽城嘅天吧大半啊，結果唔得轉來望。我總我在做秀啊，我大做啊，又撲起啊，我冇辦法轉移啊。這樣是壓迫就要做兩日吧。我講我前一檔轉移有看壓迫啊，我也在做秀，我冇辦法轉移。對啊，佢講好啦，唔好轉啦，唔好轉啦，看啦，凊彩啦。你講我想有乜個事情？係，我就是。暗部頭都差唔多，我轉到屋企12點鐘吧。我妹妹就打電話來，我同講啲躺到嘅時候是啲台北視察下醫嗬，嗰條路我發覺很長啊，佢平常時轉移個點鐘鐘嘅最多嘅，哎呀，我感覺有條路我很長。佢轉移唔看，佢心人都看。我屋企嘟兩件嘅安尼透天厝，一片表壓破，
另外一片啊，爸爸。我真简单，干苦，一下是两。那个。我觉得抱抱。不会。我觉得只有人生最大的遗憾啊，其实这个亲人，所以我也跟我妈妈就啊，随时一定要陪伴佢嘛，对啊，陪伴佢到老，哎呀，运动嘅，运动嘅，希望大家都好，友好，好是非常重要，会真相，批判，真的要真相。什么就要欣赏 ，OK， 对，哎呀，那。下落還有下一集單元，好，下一集單元，好，下一集單元結束嘅，哎呀，多謝你嘅分享，多謝先生。看睇今日嘅節目內容，相信大家一定會感受到爸爸嘅美態。下禮拜還有更加多組嘅來賓，我哋分享有關爸爸嘅故事哦。稍後來先休息一下，接下來欣賞精彩嘅鬧熱音樂會哦。只要被你錯過了，後來發展都很好。我沒有拍的戲，後來都得獎，這樣子啊，好多哎。啊，感謝你。鬧熱音樂會，哇！今日節目不得了啊，有唱到入面嘅可樂嘅金曲歌后啊，真嘅，來到人嘅節目。睇下堂都上年啊，結好堂咧，幾厲害呢！唔免演死叫咧哦。哦，好叫了，好叫了。哦，從細我都看到個。從細，你從細，佢從細我都看到睇。啊！一下已經太多動態，太多動態，從細就開始唱歌咧哦，大白比賽拿冠軍，演唱過青島經典嘅歌曲，真係啊！有一條歌人都寂寞，他可以彈哦。啲嘛啥咧哦，彈講佢同樣緣分一層，啊，等下。每帶登錄了本，乜嘅登錄？你樹當紅，新的轉型。有無事不登三寶殿啊！你聽錯啊，但是安呢這個小節目可以請到他，真的是一個榮幸的啊！真的啊！對，好當前堂以後我唱歌，按照好訪問佢啊！歡迎入位靈山。家己疼惜還一行，才已有情為你來。你若袂認得我，你怎會驚嚇對着我？叫我替你做你的囡仔，你比着鏡中的我，你講彼個是你放天的心肝。漸漸每夜定下，你徘徊的腳步聲，我知影你為啥人等在這？一寸明，一寸看，雙手抱住你花影，你無人，人生七十點頭看。心永遠念著我感謝，原來最大的幸福是你的牽掛。
替你找你的囡仔。你比着镜中的我，会讲迄个是你放伫的心肝。渐渐每个夜灯下，你徘徊脚步声，我知影你为啥人等伫这。一寸眠，一寸看，双手抱出你花影，你无人，人生七十顶头看。看你慢慢行，是不悔会记得行天涯。花若开也会谢，心永远念着我。我难舍，原来最大的幸福是你的牵挂。一寸眠，一寸看，双手抱出你花影，你无人，人生七十顶头看。看你慢慢行，是不悔会记得行天涯。花若开也会谢，心永远念着我。我难舍，原来最大的幸福是你的牵挂。哇，金哦，金哦，哎呦，什么风都的呛话，罗大哥，金娜，你好。的小节目竟然可以没有，有请罗大哥，好久不见。来都演出，我们歌后来到现场。什么歌后？我们今天请到马祖来加持。马祖来加持的，对，妈祖加持。哇，真的，我现在觉得我的现在感觉都是全身麻麻的，你知道吗？真的会麻麻的。对，因为有被加持。哎呀，真的吗？马上感觉到了。每一次出去表演的时候，好像就感觉马祖有跟着你，保护着你啊。真的，我越来越有感受到这样的感觉了。对啊，我们还被妈祖的爱包围。对，是啊，不好意思，大家好，来，观众大朋友，客家天师台，我讲客家话，对，来，我讲一下哈，台家好，爱黑灵山哦，还行了，还行，今后，灵山客家话都灵山，哦，你知道吗？我要来上你们的那个客家电视台这个节目，我的压力之大。哎呦，真的，怎么会愿意来上？来见老朋友啊！是因为罗大哥在这里呀。对呀，是罗大哥给你压力？不是，我怎么有什么压力？我那么亲切，你来等卢松啊！因为客语对我来讲真的是陌生，很陌生。然后因为这一次会有唱一下一小段的那个客语的歌曲，然后我回去什么歌都不练了，真的，对我就练它，就为了我们客家电视台的观众，真的。我想你来对了，我们客家电视台，我们懂得观众朋友啊，懂好唱歌的，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歌，很多台语歌的，尤其豪记唱片出的歌，这样吗？几乎都在我们客家界的老师，他们都会拿来。喜欢教学这样子啊，哇！那我今天来对了，对不对？今天听到又有多新的歌可以学。对，我刚刚唱的这个就是我新专辑里面的这个，那个主打歌《夏天的记忆》。祭天的祭地，对，哇，义不是念义哦，就是祭地，对，这个念法又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祭义马来赛了，祭义哦，哎呀，祭义哦，祭地啦，可能是有各地不一样的，一庄一俗，对，是。客家人在矫正，
然后03讲，我快，对，我快被混淆了，知道吗？夏天的弟弟，对，这首歌其实就是一首在关怀我们失智的长辈的歌曲。对，那很适合我听啊。哦，真的哦。对啊。没有啦，失智长辈差不多啦。也蛮适合我的。你没有，比较适合罗哥。好，那这首让给你，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说，老师把它写得蛮唯美的。刚刚私底下有讲，那罗哥跟我说，你们渊源好深，很久以前就认识。对啊，真的。对啊，你要来上我，其实有点紧张啊。真的。对，而且对他有点不好意思。还好他现在发展得很好。哦，真的哦。对。真的，罗哥一直说，罗大哥一直每次看到我就说，哎呦，对你很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其实他在我这人生歌坛的这个一路走来，他是我其中的一位贵人。罗哥是才，对他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还默默无闻，对啊，然后他竟然文化大学毕业，那时候还在读书。对，我那时候还在文化大学。我觉得应该是03姐长得很漂亮。没有，漂亮是还好，对吧？就是很有味道。没关系，他就是歌又唱得好，很让人心疼的感觉。真的。有一个这种感觉。真的哈。没关系啦，你老实说没关系啊。以前那怂怂啊那样，以前啊看起来比较怂水啊。以前有以前的流行的 style 嘛。对啊，对不对？对，以前都比较可爱啊，但是呢，想要把它装成熟一点，长大。是啊，对啊。对，那时候就是觉得那个渊源就是很奇妙了。真的。对啊。后来那时候其实刚好我离开前一家唱片公司，然后他老板很好，他就帮我来找唱片公司，对，下一家，竟然呢帮我找到了罗大哥，然后那时候罗大哥刚好在录这个《帮忙告情经》这张大红的时候，对，罗哥的100万名作，1994年，1994年，30年前。所以今年2024嘛，对不对？哇，你要出一个30年的精装版吗？哇塞！那个版权费很难买。对，那个时候就是很有缘分的，就是说刚好遇到罗大哥在录这个专辑，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是刘明瑞老师。刘明瑞老师就是写《无言的结局》那一个。对，他制作。《茫茫告情歌》也是他写的。哇，真的。很厉害。经典名作。对，然后那一天我就去探班，我就去看你们录音这样子，然后结果老师就说，要不然刚好有一首那个对唱的，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跟罗大哥对唱吗？对，对，探班就有这么好的机会啊！对，我也是，我觉得真的，其实那时候我不会太害怕，因为公公你知道吗？出生之犊不畏虎嘛。对，我那时候觉得就喜欢唱歌，然后看到又很会唱。因为那时候就看到罗大哥说，哇塞，真的在我面前这样子，你很早熟哎，那时候就会视罗大哥为偶像，很早熟。真的，因为我们台语界的嘛，台语界的真的，是啊，我也视你为偶像，真的。那时候我真的还不知道，原来罗大哥这么年轻，对，后来知道你。原来他20几岁呢。当初我无我老啊，是哦。罗哥17岁就出道了。对啊。今年56嘛，那30年前26岁呢。26岁。茫茫告情经的时候你26啊。26岁而已哦，你逆龄哎，我少年，我是少年得志啊。真的。对啊，还好我中年不潦倒。对啊，老年又旺。我老年对啊，还没到老年了，差不多了。保持得太好，真的罗大哥。那时候去探班，对，去探班，机会跟罗哥然后就没错，就直接进去录，然后我就录一录，然后刘老师就觉得听起来还不错呢，还可以那就直接放进你的专辑里面。对，哇，怎么那么随便？对啊，这是相逢即是有缘，没有遇到这么会唱的人，难得的事情。我也是真的很受宠若惊。上天为你送来这么会唱的歌手，一份大礼。厚礼啊！后来那首歌我还真的没什么印象。真的哈，所以我就说你这个祭天的记忆就是给罗哥的，他自己都太忘记。真的太多了，我出了60几张专辑呢。真的，那一首歌也真的太快了。对，就是我们就是马上遇到了，马上录好，马上就说要放进专辑里面，所以一切都来得太快。所以那天在录音室我有碰到你。有，对啊。那真的，要不然怎么后来？存在感好低，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有。那你还签人家？为什么你签还签人家？开玩笑啦！我那时候我就真的听到就说，哇靠，惊为天籁，对不对？这一个小女孩可以声音这么的漂亮，然后而且她可以介于在黄以玲跟江蕙的那个之间，悠悠转换。真的吗？然后你感觉是这样的感觉？她又比较柔软一点。我就是唱的，我的声线可能就属于比较可以唱一些比较柔情、比较心酸、柔美的曲风啦。刚好诠释的很好。对，那首歌刚好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对，后来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对，然后我就特别去找他。真的。我说，我来帮你做，我希望帮你做一些比较新台语的东西，这样子。对，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我客家人，所以我对一些音乐上面的东西，我也希望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对啊，是。那后来就做到一半，就无疾而终了。无疾而终了，很好啊。对，只要被你错过了，后来发展都很好。像哲伟啊，哲伟老师也是。这样子吗？还有请给周给 Key 啊，要找他演的戏啊，然后错过了都很红。对，我真的，我没有拍的戏，后来都得奖。这样子啊，好多感谢你。一个逆指标来着。不过还好，没有，他那时候没有签，林珊姐本身没有继续在那个合作下去，然后他就跟了豪基唱片公司，然后你看一直都俩哈，一直到现在一直不醉，然后还有新的作品，对，一直有新的作品，而且豪基唱片公司又是大方的公司，对吗？还好，我在中年那一段期间，我也加入豪基，是我的师弟啊，外掏给变外师弟，终于有人是你师姐，真的，所以我还蛮感谢，我真的非常感谢豪基公司。那你们应该以前常常有机会一起出去表演吧？那时候其实我们有跑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罗大哥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校园。校园，你曾经带我去校园。校园演唱。校园演唱真的，那也是我第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流行歌的指标的最后一次。因为有啊，你带我去其实好几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是哪一个学校？那个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对，因为那一次你知道那个主持人是宪哥。对，然后没记，然后那个夸起来就是没记，太多了，那时候我就很兴奋，然后因为还有偶像，我的一个那个国语歌手偶像在后面，我就更兴奋。然后在那个唱歌的同时啊，你可能在后台没看到，然后我就一边唱啊，一边很嗨啊，然后要丢我的海报。你那时候有海报啊？有因为我忘记为什么我有海报呢？为什么我会做海报给你？是应该是丢你的海报吧？你唱歌然后丢罗哥海报，对，他印这么多送不完。对，你在说到这个，我才想到，我之前还没有出道唱片，我怎么会有海报？应该是丢你的啦。丢罗哥。对，要不然就是丢同班同学的吧？也有可能哲伟哥嘛。对，师兄。对，那我就你知道吗？一般我们唱歌就是拿右手唱歌然后左手可能就可以丢海报。可是呢，我觉得我左手没什么力气，我觉得把麦克风丢出，就是又换手，然后想说拿右手去丢海报。可是呢，那时候太兴奋、太紧张、太嗨了，你的惯性产生。对，我就真的把麦克风丢出去，换来换去，一起。你有打到学生吗？跟对海报这样一起丢出去，哇！然后一声哇，很大声，台下全部的学生就哇，我就哈，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我就是想要把它拿回来嘛，但是来不及了，已经丢出去了。哇，那就赶快叫救护车。对啊，一个交大学生就被林珊姐的麦克风打到头。还好。阿弥陀佛，还好没有怎么样，都没有事啊。前面他们都是坐着嘛，然后其实有个距离，对，还好我的手臂力没有那么强，还好真的没什么力，真的没有丢到人。对，可能当下我那个0.01秒，我觉得不对了，我所以想要把它收，所以那个力气就没有没有出去，还好。对，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宪哥就在那边又加了一句说，什么？哎呦喂啊！
哎，这支麦克风2万块哦。那可能比较便宜的。真的。可是对当时我在讲，那时候的那个学生一样啊。是啊，哎，学生要赚2万块。难怪我没听到。对啊，应该我绕跑了吧？他听到你麦克风丢了，人就先从后门离开。逃给行道跑。哎呀，有没有充电嘿？就是你们2个结缘的那首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现场听到？我没问题，你没问题。但是这首歌对罗大哥来讲，那歌叫什么歌？相爱不是伤害，相爱不是伤害啊！你想起来啊？他今天要来录这个节目，然后他制作单位传这首歌给我，这什么歌啊？对啊，然后我一听啊，有印象了，有印象，但是你又没有打。对啊，没有啊，因为你那时候专辑主打是帮忙告情歌嘛，对，是啊，所以后面就是大家，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应该也听到这首歌，因为都去买的 CD 嘛，是嘛，所以后面都一定听得到啊。只是说就青豆的朋友对糖豆嘞，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名字不是写灵山，是对，写龙千玉，不是，那是。你看到是 YouTube 写龙姐的名字，但是在你的专辑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写什么？林梦洁。林梦洁，你北吉啊？那时候的名字哦，对，他的专辑，我那时候有信一些那种姓名学的那种东西，对，然后我就我说林山这个名字不好，因为它属龙的，那个山有栅栏哈，会把那个龙会关起来这样。对，龙要让它飞出天啊，这个我就记得这个，所以我就带他去改名，改叫林梦洁这样。孟子的孟洁，那个洁净的洁吗？对，后来改了女字旁。结哦，对啊，改了以后，他就一直碰到很多不好的结束，然后那个算命老师不在了，直接还好，直接帮人家招牌改回林山了，改回林山以后，他就加入豪记唱片公司，对啊，现在我们看到他肃然起敬呢，真的哦，肃然起敬哦，对。但是重点是今天刚刚什么歌，你想起来没？到底你到底想起来没？相爱这首歌30年前的歌，我现在已经50几岁了，还要唱吗？我们合唱那么多歌，你为什么要选这一首？因为这首是我们的结缘作品啊，所以我觉得对，有点高，有点高啊，没有关系啦，破一下给人家笑一下。没有听过？不会，你是金曲歌王。哦，有，我有。他是必猜歌王啊，必猜歌王。碰过有帮我取啊，叫必猜歌王。哦，必猜歌王。啊，那没关系啦，继续。反正就听听看呐，好吧？我们2个结缘的一首歌，是，叫相爱，不是伤害，相爱。客语吗？上海唔係上海，喺上海，不是上海哦。你難道要把它改成客語版？這麼挑戰自己？千萬不要。改客語版我可能比較好唱一點。真的哦。那我們相愛唔是傷害啦。哦，羅哥現在可以聽看看。老師音樂一下。好。你看這前奏，好浪漫哦。對啊，好浪漫，好美。明知不應該，我不該愛你。相愛變成阮的傷害。女人的青春，若失去袂再來，看你怎樣對阮來交代。我一定
偶像，哦，这首笑了吼，安尼头型白暗吼。你看我为什么最近都不太上节目唱歌？哦，这样，对不对？因为唱歌啊，哦，先要开嗓，是啊，老了你要开机啊，要，你要暖像我们机啊。年轻的时候随便唱歌就跟喝开水一样，对啊，你自己应该有感受吧？有，对不对？可是真的，可是两位唱得很棒啊！哎，罗哥。你今天真的表现很好啊！这个 key 很棒啊，这是30年前的 key， 真的哦，对啊，哎，真的，你看我们对你多有信心啊！小天老师也不降 key， 是不是？我跟你讲，我如果有开嗓以后，我会唱得更有感情。真的哈，我觉得你刚刚的表情已经很有感情，你已经让我想要流泪了。我就是用表情在骗人，你不知道吗？你这样子，他有一位长辈在那边，我一直这样子，哎呀，我很想帮他加油，有吗？加油，阿贝，加油，加油！哎呦，好听好听，后台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大家应该也都没有机会听，第一次听了。应该是，对啊，我都已经忘记。你的铁粉一定记得。对，如果铁粉有曾经有盲告请给那张专辑的朋友听错给的，还有林梦洁本人原来就是林珊小姐。哎，是，对啊，还好，真的改回林珊。对啊，因为人家说，哎，你林珊其实很好记啊。对呀，控沙，好吧，对啊，就这样好记，名字好记就好。客家方面懂了，狼山哦，客家岭山啊，狼山，你的名字叫岭山，讲起来狼山就像林钱一样。对，哎，台语也是蓝山嘛，蓝山哦，对啊，都一样的，好像也很好记。来客家电视台哈，可能要麻烦你一下。哎呀，唱得会客家歌啊。哦，好嘛，你特别为了我们节目练习的。对，我真的一定要唱，但是我说真的，我觉得客家语因为我不是母语，所以真的困难度很高，真的，对，我相信，哎。那这首歌好啊，那就来吧。旋律他个动作师啦，除非休假车里后还给调歌诶，没黑罗歌的歌诶，没黑阿歌诶。那吉娜要帮我一下，好不好？好，对，我把麦克风就在先一遍正常的，第二遍再改客语的。先从好罗歌的版本啊，上面唱汉语的版本，好不好？好，那就请小天老师了。来，老师麻烦啦。当作我失散，实在不应该。我爱你在心内，不敢讲出来，不敢予人知。想看卖，你想看卖，我对你怎样关怀？你的心意我也不是完全无了解。小姐，你请你予我爱。真多人歹势在心内，有你在身边，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有了你的爱，我的心就沉醉在爱的世界。来哟，客语的来喽。按多摆，当作魔术师，色彩无应该。我爱你在心头，不敢讲出来，不敢分面知。想看看，不想看看，爱对你样般关心。那个心意爱掩下，全部无了解。西阿妹，抢不爱爱呀。西阿哥，认真听当歹势。有你在身边，爱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爱用命的爱，爱一生都沉醉在爱的世
林珊姐唱很棒哎，哦，真的吗？你好准哦，歌还厉害，妹妹。哦，你知道我练多久吗？对啊，我一回去就一直念，然后制作人还请制作人念一个字一个字给我听。哎呦，真的，哎呀，真的，又学到了，又学到了，学到一个新的这个语言。对呀，也很不错。以后如果有去到客家庄表演的时候，是就可以把又可以唱这首歌就可以拿来唱。哦，那男主角就邀请我们那个客家的那些民众上来跟我合唱，对，你就不用把歌词秀出来，叫他说你要翻客语版本哦，对，你就唱你的女生的客语版本。哇，我又学了一个哈，学了一招，学了一招，又多一首歌可以唱，对呀，拖时间。因为两条歌会太几个都会冲，大家都很熟这首歌。对呀。哎，但林珊姐好玩，真的，哎呦，我过关了，过关，真的你还高分过关呢，谢谢，真的，感谢，比我还标准嘛，真的。但是林珊姐听说以前是舞蹈系的，什么听说？她就是舞蹈系，就是文化大学舞蹈系。对，那个时候就是在罗大根那时候哈，进你的公司的当下，我就是好像是1年级、2年级的时候，大1、大2而已哦。对，才刚进入学府，然后就是其实我一路就是学舞蹈上来的，对，然后到了文化大学呢，其实有1年呢没有考上，没有顺利考上，那你就觉得哎呀，怎么运气这么不好啊？就是差一点点，然后舞蹈的学校其实就几间，对，那都没有上。然后我后来我想说，不行，我还是要继续要上大学，对，去读书，对。就是我看你从以前到现在，你的歌好像都没有让你表现舞蹈的感觉，真的哈，都没有啊，都唱比较抒情的歌。金哦，也是站在一个就很简陋的一个布幕，然后里面金哦，要不然要跳啊，金哦，对啊，要表现一下舞蹈跳的真的好，真的，而且他是学民俗舞蹈的，那个肢体动作是要很美的。对，以前就是从小有照片，哎，这是报纸吧？对，那个时候哦，夜市大学生，帮我剪下来。那这是现代舞的感觉。对，因为后来我是主修现代舞。对，尤浩燕老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对，还不只是民族舞蹈。不是，哎，对，不只是这个是民族舞了，就是叫做老鼠娶亲。对，然后我就是那一只老鼠这样子。对，那只提着灯笼的带大家去娶亲的那只老鼠。哇。对，这是就是大学4年呐，对的一个成就哈，毕业。你都专辑都没有展现一下，今天来到哈卡天使团，天创作的看一下，马很多这个现场可以看一下。说真的呢，很久没有跳了呢，真的。应该你底子打得好，应该没有问题。OK， 身体好像不会忘记这种。身体是 OK 的。就像我刚刚那一首歌，也是30几年没唱了，底子打得好，还是有冲上去啊。是，还好。好 ，OK， 可以哈。好，我现在来表演一段小小的舞蹈，叫做踏鼓舞。以前那个鼓啊，就是这样子啊。对，传统鼓那种。差不多鼓的当风啦，踩在鼓上面。对，然后用这个去打节奏，这样子。对，就是有差不多3、4个鼓围成一圈，然后我就在上面跳，然后这样跳。哇，这样感觉好厉害。那要什么音乐吗？有专属于踏鼓舞的的这个音乐，要请老师，麻烦老师一下。好，来，我帮你拿嘛。好，我们需要让多大位置？要到摄影棚外面吗？对。哦，这样可以。哦，可以。你看。你看。好美哦。对呀。跟观众朋友全部满是看过那个林珊有跳过舞，真的是舞蹈底子出身的硬底子。对。你看那个肢体动作，对。
比较担心是我高跟鞋，练家子就是不一样，表情跟动作也还好，因为他这个年纪了，他身材没有走样，你知道吗？所以他跳起这些舞还是一样婀娜多姿，真的，我尽量啦，因为让我想到以前有名那个孔雀公主嘛，她叫杨丽萍。哦，对，哇，那个是很高难度的，对，那整个的那个身形还有那个柔软度啊，很好，很美。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张专辑要有一首歌可以展现你的舞姿的？有啊，我一直都有这样想啊，但是不知道哎，这有时候缘分啦哈。是啊，对啊，有的时候收到的歌曲就是这样，比较抒情的，但是就没办法，对，就有时候要看缘分。像之前粉红超跑那一张专辑，就有唱到像粉红超跑这么阳光励志的歌曲，对，这个也我没有想到的，对哦，现在这个点阅量非常高，上千万的点阅量，几千万的点阅量呢。对，就是妈祖嘎起，妈祖对 Bobby， 然后所有的我们的信众啊，大家都很支持。对啊，给我的一个反馈就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哇，就很有正面的能量啊，可能心情不好听到了呢，整个心情都好起来了，也被这个音乐加持，真的，对，而且说真的，很多人都会去这个拜妈祖嘛，对呀，那很多台语歌手他们也会到台南去，有一家叫东龙宫。会去那边拜拜，有吗？对啊，为什么特别要去那边？豪记唱片的老板叫吴东龙你是认真说还是？你就去拜他就好了，就会出唱片。来到东一子那嘞，我还以为真的有个东龙宫嘞，真的。我想说等下 Google 查一下。我住台南怎么不知道呢？这 Simon 讲的啊。是啊，没黑啦，值得尊敬的大前辈嘛，对不对？豪记唱片，何洛雨的那个贡献多。真的，而且在这个台语界真的屹立不摇。也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支持啊！对，这么支持我们的台语歌。对，而且真的，来我们这节目真的就是一逼一懂啊！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真的很喜欢豪记唱片公司的歌手们，谢谢。很多老师们也会拿歌手的豪记的歌去教学。这样子真的客家老师也是在教我们的这个台语，对他们也会教歌，河洛语歌，你们都会出那个嘛？伴唱带啊，那个歌谱吗？歌谱，对，没错，老师们特别会拿那个教学就方便。谢谢各位老师。甚至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学员，他们会拿到你的专辑说：“老师，我要学这一首。”这样啊？对。所以现在是学生可以指定说想学什么歌曲。对，那老师就会特别去教。哇，所以拜托哈，我们客家界的老师哈，祭天的记忆哈，多多支持，多多教一下，好不好？我灵山2023年的新专辑，太记得多多支持它，里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对，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对啊，反正你就一首教了，好不好？对，把8首都把它教完。对，里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真的。弘扬太记得今多多支持。天马祖都来了，对不对？没有，然后带来那个1000万点阅率的歌吧。OK， 没问题，没问题，客家没问题，好的，那我现在就带来这一首《粉红超跑》。进喽！星星的脚步，真路，你我有缘再相逢。风红色头车面对着雨，心中抱着一粒勇气。送情如送客，虽然小雨，甲咱做人爱与无。今日起雨的山顿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向前冲，对幸福的
所有的悲伤，也向北山屯马走。新生的脚步，前路前路，永远有缘再相逢。风人是跑车面对着风，心中抱着一个勇气，三情又三体，虽然小雨，甲咱做人爱幸福。今日起好，白山屯马走。心坚定的理想，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抱风浪，火炼紧张心坚强。赶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北山屯马走。困难是抱车面对逆风，心中抱着一个勇，三情又三体，虽然小雨，甲咱做咱爱幸福。今日起好，北山屯马走，心坚定。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抱风浪，火炼紧张心坚强，赶走世间所有的。也向北山屯。